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安，大家平安。今天4月11日，那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一起来敬拜，一起来领受上帝的恩典。何等的恩典，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何等的恩典，让我们领受这许多上帝的看顾与保守。当我们面对了这许多的事情的时候，当我们面对了这许多的状况，也经历了上礼拜的地震，而在当中也让我们在这里面经历了上帝的恩典。让我们因着这样恩典，然后上帝面前献上感谢。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来敬拜。一真诚的心降服在你面前，开我心眼，使我看见一感恩的心，领受生命活水，从你而来的温柔谦卑，何等恩典，你竟然在乎我，何等恩典，你宝血为我流，何等恩典，你以尊贵荣耀为我冠冕，我的
尊贵荣耀为我冠冕，我的罪必充满赞美。亲爱的主，这何等的恩典临到我们，让我们在当中你祝福我们，让我们来到你面前来向你敬拜，让我们降服在你面前来领受你所赐下的这一切，让我们谦卑的来到你面前，因为主你在乎我们，你为我们留下宝血，你用这样的冠冕祝福在我们当中。主啊，让我们的重担，让我们的枷锁，让我们悲伤都被你挪去。主啊，让我们所领受的是释放与自由，让我们所领受的是喜乐与平安。主，当我们来到你面前，也愿我们领受这许多美好的恩典，而这许多的苦难与重担，你又与我们来同担。感谢赞美你的恩典。主，当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敬拜，也愿主的灵就在当中与我们同在。感谢赞美你。我们要将今天的聚会恭敬的仰望交托在主你面前，献上我们的祷告，都奉靠主耶稣的名，阿们。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安，大家平安。今天4月11日，我们要读的经文在列王纪上第4章第1节到第19节。列王纪上第4章第1节到第19节，让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所罗门是全以色列的王，他臣仆的名字记在下面：祭司撒督的儿子亚撒利亚，王室书记示沙的儿子以利何列和亚西亚，史官亚希律的儿子约沙法，统帅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祭司撒督和亚比亚他，总督长拿单的儿子亚撒利亚，王室顾问拿单的儿子撒布德祭司，公仆监督亚西撒，奴工监督亚大的儿子亚多尼兰。所罗门委派12个人在以色列各地做地区总督，他们必须从所管辖的地区供应食物给王和王的家族。各区总督每年负责1个月。这12地区的总督和他们的辖区记在下面：便户尔辖区是以法莲山区；便迪甲辖区是马加斯、沙宾、博斯麦、以伦伯、哈兰等城；便西西辖区是雅鲁珀和梭哥2城，并全部西佛地区。娶所罗门女儿他法为妻的便亚比拿达辖区是多尔全境。亚希律的儿子巴拿辖区是他那、米吉多2城和靠近伯善、撒拉旦、耶斯列南边的全部地区，一直到亚伯米和拉城和约缅城。便基别辖区是基列的拉莫城和在基列属于马拉西子孙埃尔宗族的村庄，以及巴山的雅尔戈伯地区，共60个大镇，都有城墙和铜门栓。益多的儿子亚西拿达辖区是马哈念地区。娶所罗门另一女儿巴什抹为妻的亚西马斯辖区是拿佛他利地区。户筛的儿子巴拿辖区是亚瑟和比亚律镇。
帕路亚的儿子约沙法，辖区是以萨迦地区；以拉的儿子示每，辖区是便雅悯地区；乌利的儿子基别，辖区是基列地区，就是从前亚摩利王西宏和巴珊王噩管辖的地方。除了这12个地区总督以外，另有总督长统辖全部地区。我们今天经文在列王纪上第4章第1节到第19节，让我们一样用一些时间来读今天的经文，来默想，来领受今天的经文。大家平安。我们在今天读了经文，在列王纪上第4章，在这边可以看到扫罗王上位之后，就开始做了很多的处理了。所以前面在看的，我们看到第1章
里面提到了所罗门上位，第2章所罗门在做这许多的处理，第3章看到上帝将这样智慧给他，也就是带出了后续他做了很多事情。所以当中可以看到2个，一个是大卫王跟所罗门说你要刚强，要做大丈夫。第2个讲到的是大卫王跟他说你要遵守上帝的命令，而在当中也因着这样子，上帝要祝福他，所以他很聪明的去跟上帝要了智慧，所以他有智慧的去治理这一些。所以从这当中的对话当中来看到后续所发生的，所以在这边就可以看到扫罗王他将这许多他的许多人安排在这些职位当中，也去管理了他的国家。而在这里面，其实我们看到第4章第1节一开始就讲了一句很关键的话：所罗门是全以色列的王。所罗门是全以色列的王，这不是被分割了，也不是他只拥有了某一些，而是他是全以色列的王。这次回来看，当大卫他这40年在当王的时候，当扫罗王过世之后，大卫他起来当王，他一开始是犹大的王，犹大地区的人欢迎他，也让他来这当中来当王，所以他前面的7年是在犹大的地方，而后续过了7年之后，才有以色列北方的这些支族把他请回去，所以他在那当中后续才做了33年，包含了以色列跟犹大的王。所以当中我们看到，从这里面也开始在讲，其实它有分北跟南，有分犹大跟以色列区。所以在大卫那时候其实就已经有了，所以有这样的分区在当中。而在这里面我们看到大卫先当了犹大那边王，才当以色列整个全境的王。而这边也特别讲到说，所罗门当了全以色列的王。而在这当中我们看到他的国势会越来越强大，所以在当中我们看到今天的那些分区，如果用地图来看，大致上就是北边以色列的这些地区。而当他国势越来越强的时候，也会包含犹大的地区。所以当中我们看到这边提到说，所罗门是全以色列的王，也就包含了他的管辖区，包含了全以色列。而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些名字，或许我们熟悉，或许我们不熟悉，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当我们要开始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势必有一些人要被抽换掉，有一些人要被换掉，有一些人是跟随大卫的，而跟随大卫的也没有不好。然而在当中有一些也是大卫跟他说，你要换掉，你要处理掉。所以当你要做事情的时候，你要好好处理事情的时候，你势必会找一些能够跟你一起动作的人。就像现在最近我们如果看新闻的话，会发现最近开始在公布接下来520之后的这些行政首长的人员。其实在换不同政党的时候，或换人接棒的时候，其实当中也会换一些人来帮助他来做什么。因为每一个人的特长不一样，每一个人的习性不一样，每一个人想要跟他搭的人也会不一样，然后跟前面总统搭的跟现在总统搭的也会不同，每个人考量不同，每个人想要带领国家的方向不同，所以会做一些调整。如果是不同政党的话，有可能大部分的首长、市长可能都被换掉。而这当中我们看到，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也提到，其实也在设立所罗门他的正当性，他要当这个王，他的脉络是不是正统的？而他在处理这些的时候，势必很多人在说话。所以不管是在国家、在行政的部分，在学校、在教会，在许多地方，当一个新的人来的时候，然后就开始更换了某一些人员，
下面会有很多的声音。然而更换这些人员做这些调动有没有不好？不尽然不好，也不尽然都好。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常常很多的声音在这里面。然而持平而言，当我们外面的人在看，会觉得其实这很正常啊，不是就这样调整吗？人如果你不这样调整的话，怎么能够运作起来？而有些人已经都老油条了，或许他很熟悉这些事情，但是他心态老油条，在做事情就有很多问题。然而在当中，你带了一些情感进去，你就会觉得哇，人家做得好好，为什么要换掉？那你用新的眼光来看，你会觉得哇，这些人待这么久了，那新来的人怎么做事？所以都有那种需要调整的地方，你的心态需要调整，做法需要调整，许多的美感需要去处理。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前面的放手很重要，大卫的放手非常重要。大卫跟所罗门说：“你就是要去做，你就该这样去处理。”尤其是哪一些人，其实有时候大卫没有讲的时候，他也很难去动手。因为那一些人对外人来看会觉得哇，这几个人对大卫来讲都很重要。如果动了会怎么样？但是我们看到在前面第1章、第2章的地方，大卫就直接跟所罗门说：“这些人你处理掉。”所以后续我们可以看到，这有点像接下来从昨天开始，接下来会发生的事情。我说的是我们台湾这个国家当中会发生的事情，就是从准总统，然后再公布了行政院长是谁，副院长是谁，后续接着会去公布各个部门，哪一个部是谁来当长，各个部门要怎么布局，就会这样公布出来。现在我们看的经文也是如此，这边讲到说他的臣仆名字记在下面，这边包含很多，所以这一些也就是那时候很重要的人。所以回来看，当亚多尼亚要上位的时候，他找了哪些人？找了他的兄弟，找了祭司，然后也找了代表军队的约押。所以找了很多象征性的人，有代表意义的人来一起来献祭，然后做了有代表意义的动作。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些都有它的意义在。而这边我们看到接下来他所安排的，包含祭司、王室的书记、史官、统帅，这边又出现祭司，然后有总督长、王室的顾问、宫殿的监督、奴工监督。所以在当中会看到，在这当中有很多需要人去帮他的，在这许多的点都很重要。从一开始的祭司，然后王室的书记、史官，这些事情该怎么记？如果跟你不同立场的人，后续所记的可能就不一样了。他的心态、他的想法很不同，所以在当中要怎么去处理事情，怎么样去传达事情，都很重要。所以就是一样，就像有时候我们在开会的时候，开完会一转身出去，东西完全不同了。大家不是说这边开会开得好好的吗？不是决议是 A 吗？出去所传达的是 B， 可能决议的是 A， 传达的是 B， 做的是 C 的状态。所以当中我们看到会有很大的差异出现。但是如果在当中，就像我们前2年去参观一个教会，他们说当他们要做事情的时候，这种传达是再三确认再三确认，到后来他们不怕大家在那边私下耳语什么，因为他们一层一层的沟通观念，沟通清楚之后开始做。而这样做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就不会有 A、B、C、D 好几种的选项出现，不会一直转出去之后完全不同的景象。所以这边很重要，我们看到在这里面讲到说，其实他也开始在安排不同的人进来，所以当中使用的或许以前的人留任，或者是换新的。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在这当中他公布了这些人：王室的书记、史官，
安排了这些人。而统帅呢，前面有约押，我们看到也前面有很多不同的人，包含了被杀死的亚尼尔，被杀死的亚玛撒，其实这些都很好的人。而在跟着大卫比较久的就是约押，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约押也被处理掉了。所以接下来就是比拿雅，其实比拿雅也是一直跟着大卫的，而这比拿雅非常的忠心，所以所罗门也继续的使用他。我们看到前面杀了那些人，所罗门都派比拿雅去处理。祭司撒督和亚比亚他，总督长拿单的儿子，王室顾问拿单的儿子。所以当中也就是能够去传达王的心意的，能够一起做的这些人。这边也有一些监督、公仆、奴工，其实要做很多的事情。所以当我们有很多的人需要监督，比如说在宫廷里面的这些太尉、太监也需要人监督，外面的许多的工作也需要人监督，所以就派了亚西撒、派了亚多尼兰去监督宫廷里面的这些，在中国里面可能是太监，可能是那一些宫女，而在当中我们看到就是这些公仆，而外面的那些奴工，所以很多事情都需要有人去传达，有人去监督，所以他把这些人都派好了。接着在这行政区当中，划分了12个行政区，也派了12个总督去管理这一些。所以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总督长这边有讲到说亚撒利雅，而在当中我们接着也看到有这许多的人参与在这里面。所以在当中我们看到他这边在提的是这12个分区怎么分。所以在做这12个行政区当中，其实这12个行政区就跟那12个支派的划分有不一样了。他在做不同的分区，不同的处理。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说，他委派了12个人在以色列各地做地区总督。而这样地区总督当然是要管理那边，而在他们管理的时候，也包含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他们要进贡，他们要供应食物给王和王的家族，每年负责1个月。所以这样就很清楚了，谁要负责哪1个月。你可以去管理那些，你可以在那当中去享用那边所供应给你的，但是王这边所需要的，你们要来供应。所以这当中也让他们在这样的派遣当中有责任、有义务，所以他们领了这样的职分之后，该做他们该做的事情。而这边提到的是要负责1个月，每年要负责1个月，供应王和王族所需要的。因此在当中也可以看到，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所罗门不用亲自去处理这样事务性的事务，不用再去处理那一些，他也不用去担心哇，接下来我们家要吃什么，接下来要怎么样跟人民课税，怎么样来处理这一切所有的一切。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被这些来影响住，影响了我们该做的。其实很多时候在我们的收入当中，在需要给我们的部分，我们很难去处理这一块，但是也交给其他人去处理。当然交出去也有它的风险在，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事情都是有它的风险在。但是往前推回去，在第3章，上帝给他这样智慧，这样智慧可以去处理好许多的事情。所以讲的智慧很重要，所以那个智慧从这边开始一直在谈，从所罗门他领受智慧，从上帝赐给他智慧，有明辨的心去处理这一些。所以他有明辨的心，不只是去审断那些事情而已，也有明辨的心，可以去看懂这些人，可以去怎么使用人。所以我们怎么样去看懂一个人，其实不容易，但是上帝给他有这样智慧，去看懂一个人，知道怎么样去用这些人。
后续我们也看到，其实在君王当中，这些君王他有没有智慧去使用可以用的人，去听他们的谏言。后续我们也常在说雅各书里面讲到的，要求智慧。没有智慧的，当来到上帝面前求智慧。我们也看到在使徒行传里面，在讲到当使徒们他们要呼召7个执事的时候，提到的是要有好名声，要被圣灵充满。第3个所提到的就是要有智慧。所以我们看到所罗门他找了前面12个人在他身边来做事，来帮助他做这许多的事情。接着他又找了12个人来管理这12个行政区。所以这边讲到说，这样行政区包含了这12个人，他所管辖的包含了以法莲山区，然后这边讲到说马加斯这些地方，全西佛地区以及这2个城梭哥、雅鲁珀。亚比拿达管的是多尔全境，然后巴拿管的是这样的地区。所以在当中我们看了这12个人他们管理的这些地方，所以把这些地方都分区分好了，让这些人来管理，而在当中他们要回应他们。所以在这当中有一个互动在当中，他们需要去管理，然后也要把这些来供应给王他们需要。而在这里面讲到说，这12个人当中，其实有2个人，他们是所罗门王的女婿，所以当中他们有这样辖区在当中，他们好好去管理。而在这里面我们看到每一个人的名字，有的都会重复的名字，但是很重要是他们是哪一家的，你是哪一家的人的这一个人。所以当中很多时候我们会有名字相同的，但是也在那边看你是哪一家的，你的爸爸是谁。所以在当中派了这些人去管理这些地区之后，也派了一个总督长来管理这个地区。所以当中我们看到这12地区，除了派了12个总督之外，还有一个总督长在统辖全地。所以我们看到当所罗门他开始要在管理这个国家之后，就开始做了很多调整，也帮助他在治理这整个国家。所以当他这样的变动的时候，不会有声音吗？会，我相信会有声音，但是他还是要这样做，他还是需要这样做这样调整，让整个情势更好，让整个情势更符合当时的状况。所以对我们来讲也是一样，一个组织的改变，一个组织的变革，在以前几千年前就这样做，在几千年后现在依然要做这样的处理。我们看到教会也需要变革，现在有很多教会都在谈到说，要从以前的传统的团契调整成小组，在服事的状况，在人员的调整当中，其实需要改变。过去是以事工为主，但是让我们调整回来，要以牧养为主。所以事工型的分组跟牧养型的分组就很不一样。事工型的聚集跟牧养型的聚集也就很不同。我们很习惯聚在一起，就是我们要做什么事做什么事。但是我们看到很多教会开始在看的是人跟人的关系，怎么样牧养让人能够起来。所以在教会当中很重要的一个其实是牧养。我们可以做很多事情，而在当中做这么多的事情，也让人家感觉是不是要把人操到很累，把人操到爆。其实我们在忙很多事情的时候，很多人会做到很累，而在很多事情当中，我们只看到事，没有看到人。我们看到人，就是在想说怎么样用他们，怎么样去使用这些人。但是当你从牧养型的来看的时候，你会去思想的是怎么样去牧养这些人，
而在牧羊当中，也为着他们的需要，才做了一些事情。这也可以让大家知道为什么要做这些事。其实很多时候做事做到后来，其实我们都不知道为什么要做这些了，只是为了以前有就要做，只是为了教会的能见度，只是为了要拼给大家看到我们有在做事。但是当我们真的去追根究底之后，会发现其实很多时候走偏了。这许多的事工是为了建造门徒，许多的事工是为了要领人归主，许多的事工是在当中要帮助着教会的建造。但是许多时候我们都变成只是在做事情而已。因此在当中也让我们看到势必需要做调整，心态要做调整，组织也需要调整，人员也需要做变动。所以在当中也让我们看到有许多需要调整的地方。我们看到所罗门做这许多的调整，那我们的生命其实也需要做调整。因此在当中我们看到所罗门在公布了这一些跟他一起工作的人，包含了王宫里面，也包含了地区性的分区、行政区的调整与改变，不再是透过12支族，而是透过这行政的首长。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回到今天的经文里面来看，来默想今天的经文。今天的经文告诉你了什么？上帝要跟你说什么？那我们有点时间来默想今天的经文。
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当中去看到所罗门的景况，让我们看到他或许有软弱，他或许会不知所措，但是也因着他的父亲给他的鼓励，要他坚强，要他做大丈夫，要他承担起他该承担的。主，我们也愿你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让我们去面对我们该面对的，承担我们该承担的。而在当中，把一些该处理掉的罪、该处理掉的部分处理掉之后，后续该做什么，我们就一步一步的来做。在当中，我们看到所罗门他也做了很多的处理。主要有时候我们会有很多的担心、受怕，但是在当中也让我们看到，在这里面我们怎么样来运用这许多的人，让每个人在他适当的位置来服侍。而在当中需要做这许多的变革的时候，也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当中这许多的变革也有主你的遮盖。主，愿主你祝福我们，就如同你祝福以色列一样，祝福着所罗门他们所做的这一切。主，在当中我们看到我们国家在改变，主，我们也期望看到教会的改变，往好的方面，往主你喜悦的方面来走，就像这个国家一样，在大卫、在所罗门手上也做了许多改变，也能够一直往你的方向来走。亲爱的主，恳求你就在当中来带领。亲爱的主，我们要将今天的聚会恭敬的仰望在主你手中，愿主你悦纳，愿主你赐福。我们这样祷告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的名，阿们。愿我们每天都来到主的面前，给上帝空间，给上帝时间，领受上帝的恩典。愿上帝赐福你。